出係合口味型。这个掏出来，好，来，你选泡菜，那可以给我大碗一点吗？这种我怕这样没有意见。它每一层都係要功夫嘅。廚師都可以有先用炭煲先配過呢，哇，當沙皮手嗬。動工哦，哦，黐梅菜哈。吉木頭姐姐，你脱口罩好漂亮哦。对啊。哎，真的哦。真的会觉得是哪一家店的招牌菜，感覺感覺。你知道阿姐幾多做明白？然後色香香，哎，真甜呢，有香香呢。這個因為還好慢足，一啲味道下講哦，硬灰啊。口感超棒，有尊尊哎，真的，會感覺醬料嗯，炒得好好吃，稱你為台灣海鮮大王，謝謝。真的是名不虛傳。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有性面，大家好。我係淑坤，一家之主，一感謝民族。放把票。哎，你懂有禮貌哎。係咯，見面哦，來凍豆白哦，甜五貴哦，仲算要來到練草姜咧。我唔錯，青豆料理熬年。哇，你講到重點咧。對。基本嘅看個腳本哦，個蛋糕食嘅裏邊哦，有一組係可以串湯，有一組係可以串茶。真的哦，哎呦你们眼里有思路哎，哎呀而且呢，当然啦，安利评审欣赏，没十分厉害。哎呀这主厨出大菜的时候，才没很厉，非常有看头一部分。现在分享都给我们评审欣赏，提前的分享都给黑俺又放师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大家咧，翻到係李志亮李師傅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小東東。他換成，你剛剛當當來講吼，你只聽完小剛剛講小龍龍哦，這好像有少10歲的對感覺。啊，你不是馬拉比蹦嗎？去甲講，去甲面縫縫。好啊，馬上有分享到馮翠嘅潛水站。誒，呢馮翠嘅潛水站呢係來自台灣嘅兩姊妹哦，一個羅蜜蜂姐，韓甲羅山姐，歡迎。歡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的粉絲哦，你有辦過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們。哦，他們又不一來到就說明珠，我是為了你才來上節目的，對不對？那我待會不跟你們說話了。怎麼了？哎呀，吃醋。好啦，看一下咱最的影片哦，係攞是搭咱嘅來賓哦，呢條係兩公婆跳豬嘴，落跳肉氣。大家好，歡迎，大家好，歡迎。呢條就係可以穿插來朋友啦哇。來轉個身。可以打廣告一下哈，早餐嗎？哎，哎，可是哈，给他的周传茶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有那种热血的感觉。嘿，好，我们先问问看，兩個姐姐哈，你喺度喺度頭粉係冇？係啊，頭粉有推薦嘛？嘅好高好色好料嘅冇？我當接去後花園，哦，講到頭分就喺後花園哈，啊哦，後花園吼，叫咱紅紅嘅吊橋，啊又有一隻蓬樹呐，嗯，蓬樹林地度吼，加蓬樹當道，特別係軍事用地啦。哦啊，唔過你啊哈，當當願意春天啊，永遠去開婚紗。哦，啊，我前幾年去吼，可以拍婚紗嗎？沒啦，因為不同某空樣氣候哈，它的景色就不一樣。等等，西龜嘅變化，啊會有某樣嘅景對對致對。我講到景緻嘅部分哦，咧大家講吼，其實廟裡除了有好看嘅風景之外，該節慶嘅動作咯。嗯，今日繞牆的裏邊咱水係攞一次達蘭，大蘭，嘿，卓蘭有一個特別的節慶係嗎？那條大蘭的鵝倫廟會繞境在各里，然後各里都會準備後料會準備對太假神。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說，你看都讓它來，這繞境還保留着，嗯，它真的超棒的。係啊。今日對啊繼續動手，看到有達蘭嘅裏邊來，等下做啲好好期待佢哋嘅表現。對對對對對，好，馬上呢就有金行體育館嘅挑戰。色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蛋學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定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搶下來出好菜咯。我的壓一罐內容都色色變好菜。其實我現在看到冰箱，哎，我都很期待，因為這個呢，地度標的東西，我們沒有寫在腳本裡。今天的冰箱很苗栗。好啦，發某一個案度，馬上就要開冰箱了，來開箱一下好不好3、2、1，哇，今天動苗栗吼，水晶甲，因為演出來吼，豬皮啊，豬皮這一層都很啊。 OK 耶。哦，加下不還有哦，我最後啊，染素鈣啊，
你要买你吗水？饺。水饺。哦，这个嘞，你要猪头肉用啊跟天梯，哎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切一切。 tomato、鲜内瓜、炒面。这个早餐就听不久哎，炒面。玻璃菜啊，这个嘞，冇有啊。冇耶。你还有面筋嘛？哦，面筋。面渣。这个可以。这个。好菜。不过呢，来猜拳之前，你先告主了讨论一下，都带有边忙个料理对症来锁定食材的线。好，冇问题，莎莎来。来，红吹姐姐家有看诊冇？有看诊冇？有贴片上的线嘛？该冇？炒面呢？我炒面系冇？嘿，系啊。高丽菜。咁用嘅法要揀嘛該料？咁你要做韓式炒面冇？哦你要用泡菜米啊？高麗菜葱毛師傅。嘿，泡菜係合好嘅。家下小嘅都按到嘅雪菜哈，越燙清楚咧哈。就是可以用牛泡菜，好吃。你其他2項可以做2菜2吃沒關係。水晶饺、水晶餃、小黃瓜。好，假如我們留一個備案，你要 key 中2項哦，半記都送走咧，用個3。不說可以有泡菜，有炒面，跟有些嘛個主食這樣子。好，那就按鈕咯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。鹹酥雞，鹹酥雞。好，來，手給我。來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好，你都準備好咧。兩組人啊都討論好勢，馬上來進行 T round 嘅一個猜拳嘅哈。來，馮翠拍馬殺來，姐姐。我排出一副代表，來。在這裡。剪刀石頭布，耶！沒關係。我先來哈，我們剛討論了。好，韓劇，可以再選一個。這個泡菜。來，泡菜是讓一半了。好，冇關係，來，下次聽咗重新嚟個上課哪種用嘅來做變化，哪一樣嘅兩你樣？講泡菜蒜嘛，人家tomato沒蒜做啲起台，要不要？就只換不要被他害，他是壞人。對，你只有兩條線。好，又有想法嗎？哎，緊緊的 tomato 呢？好，哎呦，我們很保守的選擇了兩樣2樣都是香菜哦。大哥嘞，沒關係。第2 round，肉皮咯，每逢啊姐，剪刀石頭布，耶！以後都會愛你選呢。來，那只是猜拳贏而已，你們是在。我們先開心哈，好，先開心。他當主嘞啊！剛剛講的，剛才就講到水晶餃。苗栗菜天蛋啊，水那好，來，來，猛一點姐。姐，我記得咯，一下你只有兩紅搶出來，啊，我先炒麵哦。鹹酥雞好嘞啦。他想吃。哎，你講的人數看看頭上上都一天4天。你剛剛不是說你要鹽酥雞？哎，那可以換啊，我跟你換泡菜。哦，鹹酥雞主要讓你泡菜啦。但是我們備案啦哈，哦你們用我們的備案沒。關係，睇起來唔是緊張。一聽這邊出好料理耶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到電視機面前，咪做聽聽你 Q 下來動動腦上看呐，兩嘴拿到一道食材，你會變出乜嘅料理呢？先來問看呐，馮翠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雖然唔是問爛嘴哦，因為記得時家嘅志願全上了，不過喺 SOP 行一下，見半年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夫妻同心，加油！好，兩組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快開始，莎開始哦！這關真的蠻刺激的，對兩位師傅會踢敗了呀一關嘛，對不對？其實好難哦，我說真的。這種福卡嘅布妞哦，都有這種技能呢。你家裡有這個布妞？我媽媽。哦。今年6就準備買個獎哦。我們你不用擔心，我們來看看吧。來為大家。又獎。我們要做的是紅醬炒麵。超好吃！哎，又有意大利麵嗰種風餃。對。國內來。難怪你們要選 tomato。哎，玻璃菜用破嘅啊？唔係，我試溫。他在試油溫。我阿姐我有隻問題呢，阿姐，你家下講要做風醬嘅意大利麵，不過今日用係苗栗嘅炒麵呢。我就跟你說紅醬炒變魔術。可是，哎，炒麵就叫優點係講，原本嘅料是凍豆嘞，木米啊、鳳腿頭，所以其實你們選的食材比我們更多。而且兩個姐姐哦，佢哋啥都會加正班呢。哎呦，對不對？作為幾多年嘅老太爺講一下，
有上周俩，你看，我款治疗啊，係咪就熱沙做串燙係冇？客家的串燙。没有谁姐姐啊，可能下山手三季吗？嘿，干妈，呢度可以串燙，唔通講串燙田，係客家串燙咧。对啊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OK。我们任何一个都是我们的资应该源，可以的。因為你客家媽媽來講，冇論超到嘛，佢都會做得做。因为冷，比你较冷。兩片未做得炒啊，用下炒，一燒炒，一燒切。来，其實你都有手到染素鈣菌跟凍火。凍火啊因為，我看網絡上動跟你講哦，鹽酥雞基本上它回鍋在2次料理，其實很好用。番茄酱多一點。多一些嘞。嗯好，我们先过去好哦。好注意这个摸汤哦。好，好，要做下先。來，志俊不用害怕，好不用害怕，有老婆在。因為這樣一些形狀體啊，哎，因为你们怎么还没有动作？啊，該水晶餃用幫人處理啊？我會透過燈煮，你剛剛講，家下討論陣所有的細節咯，你只有講到跑材料煮條肉，我結合起來炒。係啊，但是水晶餃用慢處理，剛才蠻公道。係啊。哎，其实水晶饺吼用煎的很好吃。仲唔得講啊？哦，對，等一下，仲唔得講？怎麼顏色？誒，仲唔得講？對對好，没事。是因為他已經出貨在我們台上。我來問一應下，該想法對，你有剛剛偷聽到嗎？會不會太你等一下拿了煎到叉叉的凍火選，還是你的油加太少？吃涼拌。他們想做涼拌也好吃，你未做得啦，好因為韓式涼拌呢。志俊不要害怕，來，你不用給他們怕。為什麼選條梅嘞？因為已經這你的樣舒服啦。香氣裡面哈，哦你要做好西式的做法呢哈。哦哦，不能浪費，要加水。我們客家會這樣子，那給沖一下。習物啊。對，你老婆站你太遠了，來。你用茶該不會是高中同學吧？唔係唔係，以前係同事，哦，條牌粥嘛該咧。牛排館，哦，長隆記到日本到了哈，差不多5年了哦。係還在新婚熱戀中，對啊跟，我們的龍龍是一樣的。龍龍，龍，誒，龍龍。所以豆腐卡會煮菜嗎？都係奶煮。很委屈嗎？有買，主要是眼神。深夜吉他耶，還蠻中。哇，加油！今天晚上以前是因為他們的餐車。拿蜜酒啦，等一下豬按鈕，今天晚上生一個。哦，黐妹推哈。姐姐，你脫口罩好漂亮。對啊。哎，真的，哦。真的會覺得是哪一家店的招牌菜的感覺。你知道阿姐記到做明白？然後色香香。哎，真甜呢，有香香呢。我想問一下，苗栗嘅水晶餃佢本身係肉梅嗎？有啊，一度按鈕已經有條咪。用有些米哎呀，我們先過去，你要的先周一台。好，對，這兩道菜都蠻快的。好，好殺 ，yes，我跟你說，我們贏定了。什麼意思？你媽意思？我們真的贏定了。好，我們現在是比較客氣，我們準備要完全冇窮人嘅感覺嘅兩把天。面下去了。是嘎全部哦。等一下，姐姐，真跟我們介紹一下，你剛才第一句幹嘛改？有加糖了嗎？有打糖打鹽，等下美鳳。要用淋的，等一下擺那個下去，再淋在上面。可是淋在上面沒有辦法，沒有味道。拌炒拌吃的時候，你要讓啊！吃的時候攪一攪。對，哎，我苗栗跟景應走串都是炒麵哦。這個比較大火，要不要拿過去炒？唔怕唔怕，等下甜甜的炒熟咧，佢間火做唔得重台。哦，真的。好。好，安於南哦，好咧哈，好咧哈。景應就搶喺意大利麵的哎，有哈。有剛有吃米頭嗎？有黑胡椒嗎？你冇黑胡椒？有啊會會啊。我們有黑胡白胡椒椒嗎？可是白胡椒會我們的怪怪的。青菜要放進來了嗎？對，好了好了，我哋基本要做嘅下好了嘅姐姐西式嘅哈。你拿起來倒過來。粉呢？哦，倒過來嗎？這個倒過來，好的。哇！哎，我們剛剛應該搶炒麵的。我真的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們這組看起來太好吃。等下10分機收汁時候。因為遊戲規則講是都在寫西紅，不過你一旦搶係個炒麵就超過西紅嘞。
而且 Hello， 我们上面还有蛋糕，还有盐酥鸡。对，然后有茄子意大利面，茄子鸡块意大利面，赞爆了！哎，又香的呢。等一下，可是我有个问题，那个有的人好是盐酥鸡这样酥酥的，有些人是，等下就不要怪我说没有沾到红酱哦。很多唐扬鸡、唐扬鸡意大利面，好厉害！你唐扬鸡，那更好是唐扬鸡啊。我考你哪个国家的？I D 好是土豪味啦，对呀哪国的？日本，日本。我跟你讲说，我做的最好吃。啊，好厉害！要骑梅头，哦，骑梅头哈。吉木头也姐好。姐，你脱口罩好漂亮哦。对啊。哎，真的。好，好，聊通西本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哈。那蛋肠蓉看的是冻好血的，叫sau咧哈，哎，叫sau咧差不多咧哦，冇炒香蕉哦，叫下面哦哈。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有就比例抓得很好。哎，我们先过去救救你们那里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这 OK 的，对，我们这舅舅，把它摆漂亮一点，有筷子。我一走得啦，冲天觉得不给翕一下，这个可以收汁，大火收汁吗？可以。因为莫水水啦，水水莫选。收汁，那就要盖着喽。大火吗？还是？最大就是240的。我们大火收汁好不好？便利。哎呦，蛇呢？我系摆盘用莫炒落去哦。冇，炒落去软软。哦，两位肉味的时间是去哪一片啊？你两啥可能是看天样哦，看天样啊。然后吃美食。吃宵夜，吃宵夜。哦，对，哎，刚你会都那道毕生有点米色啦。阿兰姐，没有你阿兰姐炒面。哦你们跟阿兰姐约会？对，阿兰姐就在住在我家后面。哦，你在这边。好，我们就是可以土穷勾一就走得多哎。你看大兰那边没有鹅肉面吗？有，有一个很有名，真的。口福鹅肉，它是算100年老店。哦，我要吃。所以等一下，像蛋酱烤嘅泡出来梅丝，要系其他的。然后加一些的调油。好。其实它已经收汁收得蛮漂亮了。对。哦。好，我们去倒数了。好，加油加油哦！好来。昨天落去摆孙红啊，摆一圈没昨天。哦。跟草马松可是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可那体育馆内部开米是开站的哦。好，两组真劲都懂香哎，可以看一下吹色，两组看起来都是红酱，可是味道还完全没同样哎。现在吃吃看啊，你讽刺编制了黑呀个红酱炒面，哎，看起来又像细雪，又像黑雪，又像热雪，好好吃哇！鲜甜味，甜味哇！没想到可以编出一个新的料理耶。两位姐姐吃怎么办？好的，唔会炸香肉，嘿，唔会炸嘟嘟好，嘟嘟好，有蔬菜，好。我真的会觉得是哪一家店的招牌菜的感觉感觉。然后它的酸甜度把到嘟嘟好，然后唐扬鸡没抛到一素菜，这个餐车可以卖吧？做的。可以用。你知道阿仔几多做怎么办？然后色香香，哎，真甜呢，有香香呢。那玉琪觉得嘞？很好吃，高丽菜很脆。好，不过今日虽然两片都是丰盛咯，还有一点是强壮的，都是客家经典，来食看来啊，泡菜嘅水晶饺。好，来吃吃看呐。椰粥很贵是的。用热梅。140段有 Q 米，可以好吃哦。两位姐姐吃到嘞？我知道哈，我碰到黑韩式炒那个年糕，哦，结果是水晶饺，味道很那沾豆啊。我才进车嘞。这个水晶饺是苗栗的特色，嘿，按用炒，真正有像韩国的炒年糕，都用这个给 happy 了哦，还不错，很好。因为演谈好上讲，我手泡菜嘅演员係講，佢無論係做ship 嘅，也係做造豆嘅，它都很好吃。哇，你知道這個怎麼辦？做的还可以再加油一点。你覺得哪邊可以再加油？泡菜做的當炒夠炒久一些。玉琪，你覺得老公做得怎麼樣？不錯，很好吃。我到底師傅嘅想法會唔會強讓貼片咧？給佢哋看哦。好，今早的時間呢，馬上就到了，先來看一下李琦師傅搶本分數。
正确的答案。风水地就是粉，大家咧玩一下小龙龙，强本付出。蓝水的粉飘球。史子夫唱讲一个广东话。哦，广东话哈。广东话。广东话。对。後來為本屆紅隊去上目當見，但叫茄子的梅頭佢又開始又炒出來。按個該破該唐揚雞油啊，叫油溫又大破落去係素嘅，啊底部係軟嘅，哦是正常嘅。按我本藍隊去手到安好嘅食材，大爽嘅一點是嚟講。泡菜油啊，從泡菜從嗰度底下做開，因為蛋牆是該泡菜田，嘅梅頭冇提升出來，是講冇炒到。你看泡菜酸的嘛，其實你好嘅時間唔好嘅時間，因為做咧加一點醋，分佢綜合嘅辣度，是正常嘅原因。好，你用高嚟講邊款？阿初今日涼水攏表現都唔會差，風吹所有嘅東西攏做得當好。但是我要先冷水，係因為啲泡菜冇炒到，所以我開幾檔食。但是呢，幾檔青椒不收汁收到後面的時候，有個調油落去，熟嘅，香味又多咗來。哦，原來是這個原因，但其實你還是覺得你風吹黨後生吧？對吧？因為你剛有一種感覺在幫他們加油的感覺，這樣有挺多的吧？對啊。不過呢，先來休息一下，來看一下，家下今日有新的綽號，你阿龍龍師傅啊，我出馬嘅台菜老太茶分享呢。師傅出台菜。好，今日呢，揾到你阿龍龍師傅，我為台茶表現料理，今日菜名係乜嘅咧？吉祥泡竹蝦卷。這泡竹係乜嘅意思？看下食材好咧。我今日睇咗就係我老爺下講嘅做一隻蝦卷，都擺成청椰自泡嘅餡嘅，所以叫吉祥泡竹蝦卷。擺成自主要有嘅材料就係睇下講嘅餛飩皮、花枝醬，嗰有紅蘿蔔咧，佢哋一係打白飯用嘅。嗰個青江菜，嗰有桔醬，等我炒糖醋醬連到蛋糕嘅。還有粉啊，太白粉，主要就係粉地會落去炸下嚟啲咧。好。這隻蝦好特別哦，龍師傅運用嘅剝殼啊，下講嘅蝦嘛，都得，這樣咧，我頭我先剝佢。你是幫你是不是幫老婆剝蝦的人嗎？要問老婆。基本上要一天喺熬做嘅啦。哇，好體貼。他是暖男哦。哎，這個是什麼？下講嘅哈，要好不好嘅，然後嚟斷筋。因為斷筋以後，等炸起佢唔會油起來哈。年菜師姐做的。也沒試下做年菜，沒試下嗰種嘅啦哈。跟花枝醬係用嚟做嘅喏。花枝醬呢，冇辦法用鹽買，我們可以買片呢。按我自己做咩做得，就會買個較盤的花枝，然後切青菜切唔怕，用調理機去打。還有加配用冇呢？切咖喱我就冇建議再加那個啦。你講一般做食碟吧，為了節省成本，你可以加一些粉的太白粉啊那些，會增加它的粘性，也會讓它口感比較不一樣。你自家就有做生意啦。對啦，那湯嘅生養意思。經驗。這個魚係好滿足，這地位就係蝦公哦，貴啊。口感超棒，肉樽樽誒，肉樽誒，佢加個醬料，炒得好好吃。稱你為台灣海鮮大王，謝謝，真的是名不虛傳。字句有多暖，你看廚師沒有講，他自己也在疼惜嘞。真的，他是像我那種屬於不講，但是會。他跟你沒有一樣。安尼都係鋪好了。有什麼拿香焖？餛飩皮可以換成水餃皮還是腐皮嗎？可以嗎？可以，但是呢，個水餃皮較軟的啦。筋道嚟可是你看下呢，電起來都有一些像自泡的嗰種嘅形狀。我腐皮做的吧，腐皮凍好食咧。腐皮咩做得？腐皮都做得，不用得位太白粉。做乜嘅？我可以打幾多去炸加較唔一樣，較唔一樣香下。要換參。也都係不用下去炸哈。先個恭喜你呀！恭喜你！師傅，這油溫要多少？
这个大概在160度左右。哦，但那个做中央160。我呀，目前从你挑战这个破解唐扬鸡，嘅温度差不多170。啊，那边青江菜来对半泡哈。要摆盘用的哦。哎，哎呀，用破狗具有个什么动？可以让它开下嘛。它的尾巴真的挑起来耶。呀，係要來一搶出去，邊係啊邊是鹽，用鹽嘅意思係乜嘢啊？湯起來較長較脆，嗰個有一些鹹香，食起來必須要較好。食下好快。加掉椒，加掉醬。係啊，青江菜邊係它檢條啦嚇，係嘛？它檢條，你係開啊，開一點很熟。啊，呀，紅蘿蔔條哈，邊係紅蘿蔔條，等下我擺雞盤咧泡又豐色嘅嗰種繩子係嘛？誒，也熟嘅哈，個泡泡見係見少嘅，比如說熟嘅。哦。也嚟擺盤嘅哈，因為一邊我好嘅，打煮糖醋醬。嗰日中料係點都蛋糕啊？誒，是這點手藝啊。好舒服，很香哎。是咸地。哎呀，真嘅有一種紙泡哎，感覺哎，只是綠色的紙泡。哦，綠色的泡，紅色的紙泡。哦。誒，等下你有朋友嗎？係，哦，謝咗啊，有入去咯。好好好。係，要不要？兩開過。要先炒糖醋醬哈。哦。一般糖醋醬會不用薑麻啦，或者是酸甜魚爆醬啊，咁樣攏冇。啊，主要就凸顯佢開散，然後一支醬單獨。衝出來意思係冇中央嘅，嚇，所以我冇用薑麻留酸條在一炒嘅，吃只都呀結漿，啊，火就可以嗎？冇一下蠻好開，一下，一下呢，溜一邊撞開啦個頭。師傅，咁你成個結醬基本上會辣嗎？唔係，我用一做嘅冇辣。哦，它會炒湯係哦。誒，它又係1:1:1:1啦啊，細粗。哦，它會加蒜絲哦。一風冇開動，它一當佢出貨啦，成邊拉開來，我等於開嘅蒜絲再下去。也是哦，這個也是1啦。安尼就可以開貨嘅。就唔會按牛咧哦。等下幫你擺盤。好。看起來很讚呢。志俊。那個今年的情人節禮物就可以做這道菜，哦，可以用，就省了買包包的錢了。哎，你們前一陣子情人節怎麼過？就出去吃個飯。哇，我知道志俊有多暖，你看廚師沒有講，他自己也很羞嘞。真的，他是像我那種屬於不講，但是會。他跟你沒有一樣，跟你沒有一樣，拜託的。哇，真的好像鞭炮哦。挑起來，像你一講吼，唔知道去按牛吼，有些人會再加上嗰啲平意粉啊。不要啦。我那邊不用再粉了。冇，因為個雞醬佢本身是就煮嘅時咧，果膠啊，果膠咧。有邊度香味嘅？有留嘅結醬嘅香味炒出來就好嘅。很厲害誒。一些油哈，一些就會。所以觀眾朋友看到呢一片吼，鹹白二炒嘅糖醋醬，不用再用番茄醬了。我加你的嘛，要油先沒加它的亮度。係，加個金條，較看起來較有金條，然後就安尼強強喺度。哇！冇可能按石英呢？可以耶，好可口哦。果然，龍龍厲害了，雪亮亮啊！龍龍好 man 哦。好嘞，來我們交換位置，好不好？啊 ，OK。裡面吉祥炮竹蝦卷。按鈕就後 C 咯。你們念例如識錄咯，來識啲嘅。吉祥炮竹蝦卷。這裡睇下都會吉祥，好，睇下來試試看下咯。耶，哇！那剛才咯，阿兩哥講吼，蛋長種可能是種上癮性。我食了呢後還好滿足，個地位就係下降哦，硬灰啊！口感超棒，肉津津的，肉津津的，佢嘅醬料炒得好好吃，稱你為台灣海鮮大王。謝謝。真的是名不虛傳。睇下周勇，兩位姐姐，
那吉种的米哈，这样子调出来，懂？好食哈，然后比个单纯温嘅吉种还较好吃，对不对？加醋，他加醋哦，老酸吃，你是不是立刻学起来了？对，转一周，一好多，我按规个菜吼，果然是煮好的啦，5星级的，按功夫系嘛，平常是下功夫通啊就好，用好时间呢。功夫菜啦哈。这个师傅真的是很厉害哈，厉害，懂厉害。因为我本来不太敢吃激酱的人，然后师傅安永州懂后生，没有，但今天和解了，和解了，不错，所以接受了。我们装的 Vodka 时间哈，昨天让师傅来奉献的，给它稍微的加工一下，尬带有蒜丝啊，尬带有通啊，还用炒肉皮，会比较自然鲜甜的那种吉香味。对，没有，玉琪又有一个任务可以交给老公哦。真的，过年很适合，对，又很喜气。嘿哈，凤购美乐阿亮购咧按摩一下。佮甲做甲做法咧嘛，动特别啦，咱幅度咧，俺袂直播卡做咧做本身颜色。还有点是来讲，佮酱汁油啊，挑着真紧动吼。佮自动全是甲月亮虾饼的翻版。月亮虾饼的翻版，俺都是咧系整尾下讲。好了，希望睇期间呢没有后悔了，大家自己没问到一个东莞看问题，都不会皮做摸摸，可以，你可以适度的来做调整。可是，他建议啦，下工就规条 logi 啦，用对齐，因为在家里自己吃嘛，哈，我们是弄多按讲啊呢。我马上呢就有金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料理大斗心，大家顾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Q 下來大鬥心咯！我最喜歡呢一關呢，做乜嘅呢？因為太期間拿出來，一聽係佢練的幾下10年嘅真功夫。係啊，我看你最厲害㗎。對，我看你腳本夠好，我就跟他就老師傅講，今天平手很可惜。係啊。但是平手很有可能是最後結果，可是平手讓製作單位賺到了。對。記唔記得來啲係七卡州誒香水？香葱腿哦，对，香葱腿，够用啊！借我闻闻看好吗？哇，我整个大家不看嘅香葱条，惊脑哎，颜色冇买强融哦，这个相同的，这个很棒哦。你做嘛嘅机会放很几个香水吗？你做的歌都念熏红啊，真的真的。哎，要买你做诶，让我做诶，蜜蜂做，草安补做诶，草安补做诶。最新鲜的，太棒了！剩下的我再带回去哦。我会准备1瓶给你，不是买票。好了，用那个切卡做那个油葱酥，为了做料理哦，侬妈名古做米炒米粉。来，先来个掌声。来讲真嘅呢，那一个客家人唔好食炒米粉。真劲。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各位觀眾朋友，打下來我小介道係冷水兩片，兩日地係嘛計？秘制豬里脊，所以可以講嗎？蟲誒酸條米酒、調油，還有基本的最新鮮的肉。他們今天要做的料理就是柬埔寨水產倉嘅川菜地北都嘅招牌菜，對不對？嘅菜名按到楊梅土雞。哇！記得我用自家水產倉嘅川菜地北都嘅招牌菜之外，還要結合嘅台灣最有名嘅鐵山，對不對？水梨，來好好期待一下。什麼？水梨啦！水梨沒來，有水梨就好了。所以觀眾朋友，到底下哈，你等下哪一支位那都獎金了哦。太緊張了。水木一罐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了哦！我今天真的是早晨啊，炒完補就開始空腹到現在。味道會六張。原本也愛食下條澎湃料理哦。先看一下羅師傅嘅炒米粉。好嘞。哎，你們的比美不也厲害啊？我其他東西沒動厲害呢。對啊。很牛，還有動氣哦，還動風呢。這應該是溫體的哦。溫體哦，溫體。好，我請問一下哈，那個炒米粉當然個個師傅都有去買米頭啦，但有冇開炒米粉啦？還有那個特別的
傳承嘛，咁米頭呀嘛個故事冇咧。講到了哈，不懂都好講呢。唔怕不因為啊，細細吼，媽媽煮菜啊，對，我貼燈呢，其他木頭順方看佢煮啊，尤其係炒米粉啊。哦，係啊，我細年就咩咁樣，佢轉來煮二是炒米粉。翻新下幾條阿妹木頭啦。係，煮按傳下來。可是師傅係請教一下，咁可能裡面會有油蟲嗎？嗰可能佢較貼嘅地方就係佢米粉炒好嘢，佢蛋糕還會淋一些滷汁，什麼？滷汁啊。變濕濕的，這種哎。上面漏到米粉啊，懂。佢會皺，但是這啲蛋糕，它乾嘅米粉就會吃下香料。對，會有骨頭粉炒。你這個用品來看，就發現到，他們有點像靈芝啊，扁扁的。一起給它爆香，我有別下糟的。好啊，不要卡走的。香菇也可以。你這個香菇凍台類呢？講煙送的呢。我看都有哦。安是錯嘅，米粉要有油，安樣係錯嘅。因為客家料理哈，按到又油又香啊。對，又好吃哈。那可以給我大碗一點嗎？這種，我怕這樣沒有。它每一層都係有功夫嘅。吐司都不會有先用炭煲先配過呢。哇，講啥啲要哦？懂工哦。我看都有哦。安是錯嘅，米粉要有油，安樣係錯嘅。因為客家料理哈，按到又油又香啊。對，又好吃哈。這個我們等下是看台灣的喂。好，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我都再來好，哦。來這個給你放進。哇，來，荷包蛋，我的愛。我跟你講，我的現場吼是變做串叉的，真的。一家之主餐車。我想問一下哈，你看還有小改頭凍都會雪菜啊、比美烏啊，你要把這些東西結合起來變成的成品是什麼？用來到沙琪做的咁嘅種。那裡啦，那裡。哇！這個比阿龍龍的激醬厲害呢。哪有？龍龍也很厲害。橘子醬。那你做哎？社區發展協會做的。哦，咁厲害呢。所以這個也是在地的特產。在地的。對。可是你要給吐司冇配勾嗎？等一下會點勾。但是我們來問一下，因為我在看過洞洞英走那種炭燒吐司，你就起到自己這個炭燒吐司最特別的手法喺度。老闆，那個料粉都懂太蓬。那都漢語唔講意思。特別地方是用會用奶油先煎過。哦，你這個是用奶油嗎？吐司上。好讚哦！會比較香，也比較軟。啊，你那個醬吼是也是特調。哎呀，安豆醬呢？蜂蜜芥末醬。那個炸豆包沾的。炸豆包還要包豆包？沒有，另外副餐的。啊，副餐哦。對，做兩次就對了。對。哦，讚哦，用料懂。所以你另外一個是花生醬，有嗎？對，花生醬。厲害的，那厲害。這也是社區花生醬不是，你是不是喜歡？那想請問一下玉琪哈，這個餐車的想法係人家老公的想法，還是你自家的想法？創業？我的。你又是你的？因為你要走串叉動辛苦啊，因為要跑來跑去嘛。可是可以跟愛人一起耶。對耶。好像就是幸福了。那是有啊。所以對，你們創業到現在長度幾多年了呀？5年。哦，就結婚到了哈。嘿嘿嘿。你爸爸媽媽喺做？那爸爸以前有開糕點。哇，你看，他就是餐飲業的2代啊！一定啊呢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來到 V 啊，應該冇問題啊，哈。好，等下我轉來喲。好。哇，動人品呢？看個向故事店看幾有那個顏色，別到啦。哎，那個味道出來了，味道慢慢出來了，遇到熱就會慢慢出來了。而且我看到有在演習耶。對呀，演習演出沒有。所以炒米粉嘅關鍵就係到炒料嘅細節咧。炒料嘅細節。一開始就決定勝敗了。照解米粉嘅口感，啊應該米粉係浸冷水啊是？浸冷水，對。冷水啊。浸冷水，人會係，人會面踢。冷水浸嘅米粉其實都下 Q 啦。啊，燒水落去浸嘅時時都慢慢啦 Q 啦。像面踢啦。哦，係安樣哈。哦，米粉了後會落去了。我落一些水。這樣拍不等下調走係啊？
对，你要控。姐姐，你有算过你压下都压下18歲來哈？總共炒過幾多擺炒米粉冇？哦，算唔到。一年怕有炒200擺。放抹啦，拌匀再来。那个米粉，哎，你那个米粉有一点亮度的哦。对，这是尖山米粉。尖山还是尖山米粉，尖山米粉对，哇，真的好赞哦！味道要炒出来，需要大火一点，拌久一点，不要太不能太大。不要切这份，慢慢来紧搅，紧炒，紧搅，紧吸炒。那个汤汁。然后漏一批的炒法，因为紧炒，给米粉会紧，越来越 Q 了。那可以给我大碗一点吗？这种我怕它没有。你要不要试吃一下？挑梅嘛，挑好嘞，挑了好嘞。姐姐，你先试吃一下，因为我也可以试吃。好，可以。对，因为我就没关系啊，好像没有筷子。用汤匙就好了。是多想用面米吗？你吃的。好。怕啦，你看这个米头，帮我试一下。剩下来的都是他的。剩下的都是他的。对，品尝。我们只吃一点。你们不用怎么样？哦，对，不用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要吃一点才办法评分啊！哇，天才加落去之後，哇啊呦！各位还有演习耶！哎呦！演习是他最后才要放吧？哎，我的口罩快湿掉了啦！有帮擦一下。整个都要叫妈妈了。用面米吗？应該差唔多了。好，冇問題。唔是加椒，不是加油，唔是加椒。記得胡椒粉。对呀。哦，还好你有灵魂。哦。哇！好赞哦！你们2队可以不要在同一集来吗？你还有一个秘密武器。哦。哎，这是跟他借吗？去给他准备。200个东西。小炭火。cái đi với tôi hay sao ấy, ăn phong phong nè,你都要穿插个时间咪系用用个炭火慢慢，哦，用较太的意思咧，炭火吐司啊，哦，你都要个牛吼，跟下就小个系先入路过，用嘛个串条，然后葱诶，洋葱、米酒，哦，拿煮用迄规条拿做拿去甲切，去甲种诶，手切的，我们爱懂香哦。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玉琪，你是不是故意去那家牛排馆店打工的？真的，哇，关键来了，刚好就讲奶油。去剪膏，有一天你想要走该法式吐司啊，你有点忙哦。对啊。哦，哇，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这边。好，换那边好了。怎么那么多酱啊？小改家用哪都有酱？番茄酱、黄芥末。然后我们自己调的胡椒粉，中药行买的。哇，2罐，它有2系泰式的、泰式的吧？哈。对，泰式。卓然人太幸福了吧？哇，哎，记得培根摸签呢，摸穷一下个很切一段。你又中枪。但是尽管要讲啊，记得袂多爆的东西哦，动到走串2肉，但是结合卓然的铁三到水里这种是有记得哦。水里系爆到哪边了？爆到猪肉，跟猪肉一起。啊，我这次用的水梨是甘露品种，盐用较叫甘露嘿，较甜。好，我们先倒数了哈，加油！天草马松可是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試試看哪有最杯米一罐，乃木卡米是卡針到咯。好呀，一组呢，睇大家都要看制作的过程，每啲应该观众朋友都看到懂紧张，我们实际来吃吃看呐，好不好？来，炒米粉真的，我谢谢你们给我给那么多哎，80多个，你看，这个又香又油嫩，10分的好食，也有客家妈妈米头。哎呀，徐师傅没事的，妹妹在。屌了哦！而且你也会做啦。我煮到了炒米粉好食到哈，我就算卡牙套，我就算打的又打的。有姐姐知道牛排，传统这里就是向东妈妈。老木的米头，老木的米头，经典，非常香的日头嘅炒米粉。我先不要打断你，我订阅是强力，玉琪很夸张吧？锅气很香。你本身不会炒米粉吗？不会，你也会，你就马开不会。你觉得自己炒的米粉，然后这鸡六炒的米粉就蛮冇香的吗？比较炒的较香，香米都有出来这样。但是大家看一下，个千倍多2家
炭烧吐司，它高的程度比我的鞋垫还高呢。你鞋垫比较高吧？哎喂，莎莎 lotion， 这个豆包好酥哦，我的肚肚后，为什么妈妈炸的都很硬啊？我看一下这个，哦，我也拿起了，胃中的晴天，那完全掌握都很困难。大篮的干贝中都亮，大篮，它每一层都係要共覆蓋。吐司都不有先用摊布先配工呢，哇，懂傻逼哈，都动工哦。蜜蜂自行车用版，懂有层次啊哈，哦，中西合并的感觉。对，真嘅，佢又有菜体嘅色彩，干妹中等好吃嘞。没错，真嘅好吃。等一下到底馬莎會讓呢？觀眾朋友好好期待一下，日日都看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会到位，先来抢70分，抢分数。哦，风水一分，等一下还有机会看一下谁亮亮抢不付出。3个字不可能。可是我觉得师傅一定爱吃到六应该都是第1名。哦，他们要讲，先好了，听他们这句话是说不是？我先講解風隊啊，其實嘛，越簡單的東西嘛，炒的東西冇簡單。有咩講？像甲炒米粉的東西，看甲豬油表派放去煸，甲香菇咪煸嗰梅頭，嘴巴裡面其實幾個油脂又不出來，哎，凍我些。啊，其實凍打上哦，藍隊準備到紅豆凍這麼多的東西，豬排我搭配甲花生醬做2吃，啊，水果像甲橘子醬的時間用做搭配水梨。你兩下誰全部一起做，一起的味道洗落去，它味道凸顯不出來。哦，是正常的原因啦。好，阿亮哥就蠻想法咧。我先講一下傳統鴉片，緊炒緊攪一天都較香，但係吃到講，它有加一絲絲的，可能又更較香一絲絲的吼。所以我認為傳統鴉片表現得當好，啊呀創意鴉片其實沒表現得當好，但是呢，還有本業的一些建議啦吼。你個水梨當大蒜自己切片裡面，你來切粒，攪一些蜂蜜，咬起來規仔，到嘴巴嘿就會有冇同樣的滋味，啊，要不一些建議哈，謝謝。对，总而言之呢，六组真给挑战的。当然，立一嘎资助呢，节目也不会辜负大家，奖品呢，奖金都会懂后位哦。马上就有颁奖嘞！耶！好开心哦！你看呢，参赛者有奖金，有奖品后，那你呢有好料的好事。来宣布成绩，今本日呢，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那麼馮翠得到嘅係3000元的假彩金。哇塞！謝謝。而家不足8塊嘞。係啊，我很意外。哦，今天我們錄咗8顆呢嘅眼鏡，就係因為藍翠得到係韓國進口溫感政策準時雙過組。哇！這個是不是有波蓋啊？哎呦，繼續改哦，厲害耶！哇，一組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一組哦，動性險你是不是優勝二組哎？不可能，每次都按呢，我們都贏的都想輸我聽到的。哎，溫走過。對。啊，今日真動挑，你看體育館要動挑戰，我有標本上的料理，最尾面一關呢，正經標起來，拿出去給本地。先來問看下馮翠，呢一擺來參加嘅心情用辦老太爺講一下。哦，當歡喜哦啊！民族高亮的師傅啊，伯謙，伯謙是主持人，全部按會帶動係到沒有壓力，咁係到盡量發揮，感謝大家，感謝，恭喜！你講自己禮拜參加嘅心情，老太爺分享下。哦，我知道今日哈，真嘅當歡喜，因為按群哈，等下投分來當群嘛，佢講講投下嘅師傅嘅。打弓箭呐，哦，係啊，中共啦，是嘛？吉祥花，香炮竹蝦卷，吉祥炮竹蝦卷，真件事都哈口齒留香啊，對對，當上嘅好料，不虛此行。誒，真嘅恭喜，看你帶我過來哦。哦，好，大家來問一下藍翠哦嘅志俊客家大暖男，今日來到節目現場，雖然啊每日自己來報名誒，但是那個心情的感受就馬上做得到大家分享。主要是來挑戰一下自己，這樣。我們下次再一起來血死。哇，我覺得玉琪她語帶這種浪漫感，什麼都是一起。好了，抱一下啦。哇，謝謝。啊，唔過你不過
管用诶，咁么正經哦，就像你頭前有講到嘅，都有個太牛的天氣啊，不管唔凊彩，如何獨到嘅人都當不會做出來。你看像有傳統嘅美食啊、新式嘅料理，都表現都十分讚的。天氣最太舒服嘅人就係做青英澳廚師，因為我們真的是大擺學嘅學落個當學學到爆逼逼嘅，歡迎大家日日嚟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看下來啊，到畢業分享兩部卡嘅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等來了，等來了，謝謝。